声，唱出你的心声。用我的掌声，鼓励着你的歌声。因为咱厝的歌，朋友嘛过来听。咱厝的歌，天气嘛过来看，愈唱愈好听。唱出咱心声，音乐咱心歌拼输赢，音乐咱心歌拼输赢。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出面头本乡弟姊妹，大家阿弥好。哎，他是少侠，一起笑哈。你是大声的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神，各位现场朋友，各位电视机头前的朋友，大家阿弥好。哎，大家阿弥好。嘿下摆吼，唔叫大声，因为大声是咱就大声较好叫，所以你的外号，一般就叫大声的。有请咱今仔参加比赛6位选手，有请，欢迎欢迎天使、乐燕、孙秋、阿哥，咱的国家阿文婷以及蔡玲。哇！首先，恭喜恁进入咱今仔的这个比赛吼，真正是无容易，是行到咱的复赛这个比赛现场了。天使还是这个江湖老手了。那么面对这5位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其实我比赛啊，就佚佗啦。佚佗。哎，对，输赢并不是重要。哦，哎，但是这位吼，嘛是这个比赛老手哦，这位叫蔡玲，蔡玲今仔心情安怎？心情袂歹。啊，阮蛇亲友团来支持我足欢喜。其实咱这个6位选手的这个风格也叫无同，咱等下就好好的来点戏者来，落场休息，准备比赛。马上为观众们介绍的是咱专业的评委老师。首先头一位就是来自台湾太武基村金马之声广播电台丁小东，欢迎。小东老师，小东老师，大概评委叫无会，为什么你有会啊？哦，这回来吼是我伫个电台有伫咧讲。要来做评委嘛？啊，咱热心的好朋友对当招来对小陈也欢喜，是也感动啊。好，谢谢小东。谢谢。啊，再来要介绍的是咱重量级的这位评委老师，咱特邀来自咱的泉州市音协名誉主席王鼎南老师，欢迎王先，欢迎。哎，接下来这位呢，阿宝先生啦，吼，嘛是咱的创作歌手，咱的许怀照，今日来到现场。是咱的原创歌手，是，而且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，就特别的感，是，就特别的感谢上啊！你知道，就是咱的这民生银行对咱的大力支持，啊，搁要感谢威斯酒队以及伊家中社的支持，是，感谢。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，马上进入第1轮。复赛比赛规则是：第1轮，每场6名选手以抽考为始，演唱一遍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得分前4位暂时晋级，后2位台定。第1轮的比赛呢，有4位可以暂时晋级，2位就暂时台定。首先，要迎接的是1号选手黄天使，参赛歌曲是《上庭》。电线风吹叮当，心款依然袂出航。无情的灵魂，是我感情的树洞。孤单伤心的人，带着心事目苦红。要走的人是啥人？对阮的爱是永远。偏偏予你无半项，对阮的爱不愿放，是你对阮的愿望。海角天边的怨叹，抱着青春将阮送。孤单伤心的人，唔通伤心，准要入港。对阮的爱是永远，偏偏予你无半项。对阮的爱不愿放，是你对阮的愿望。海角天边的怨叹，抱
抱着青春将阮送，孤单送去的人，唔通伤心，准要入港。今仔日第一首歌叫《送行》吼，是安怎天顺的一开始选这首歌？这首歌可能也是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，比较好听。其实这个歌是我感觉是无适合比赛啦。是安怎讲的？因为这个歌其实是无啥难度。我已经比赛应该是不会选这个歌，不过头一轮那袂干。要自信哦。好，现在看卖这个评委老师是不是喜欢这个歌？是不是喜欢你的歌声？93.40分，93.10分，93.70分。天数的平均分数93.4分。好，谢谢。感谢。马上迎接的是2号选手陈娥燕参赛歌曲是《无人熟悉》。到今嘛才知影，原来恁行到这呢晚，朋友的感情线来风雨人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放，闪烁的目睭来地讲白菜，予我心肝透时听几工，不免心内听破你欺骗的话，莫搁讲遐尼多，找一个无人熟悉、清远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2杯、3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祝福，今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因两个，找一个无人熟悉、远远的所在，困好一暝、2暝、3暝，醒来自由飞，对因来祝福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找一个无人熟悉、清远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2杯、3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祝福，今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因两个，找一个无人熟悉、远远的所在，困好一暝、2暝、3暝，醒来自由飞，对因来祝福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请评委为咱的葛燕拍分，哇，葛燕今仔真然非常的闪亮吼，对看了个起目。对啊，你安尼吼，要互人无熟悉，你嘛真困难呢吼。葛燕的分数出来，咱来看这摆了。是93分，93分，93.30分。第二个平均分数93.1分。好，谢谢。感谢。马上欢迎咱的3号参赛选手王顺昌参赛歌曲是《三心两意》。知如何选择，难舍也难爱。电话迄边是你久久的无奈。若是会通选择，希望搁重来。友情甲爱情，拢袂受伤害。伊的相片已经放伫床边，也是满心悲哀。想要家己离开，重新行一摆。两人的世界无我存在，是我不应该放伊伫阮心内。只有时间，予咱三心两意的爱，找一个平静所在。是我不应该放伊伫阮心内，当初是阮带伊做成一款爱歹，就无来想着伊是你的爱。是我不应该放伊伫阮心内，当初是阮三心
个平静所在，是我不应该放伊伫阮心内。当初是阮带伊做成一款爱歹，就无来想着伊是你的爱。今仔规个这个演播团，你怎么包场去了？来个什么人啊？嘿，内面，其实我妈叫一下也几月半。啊，安尼啊水兄的妈妈伫达了啊？哎，好唱好听无？有，也好听哈。是而现在来看卖分数。来93.60分，93.40分，93.90分。王顺昌平均分数是93.63分。啊，谢谢。马上要迎接的是咱的第4号选手，是嘿，伊是国家。国家级的哦。来，伊要倒来歌曲是往事，就是我的安慰。你予我踮在车头等几暝，目睭内只有别人心相对，孤单的我望向天边，倒一粒是我的星，不是我欢喜相思的滋味。只是我已经付出真情意，伤心的我上好离开，赶紧回来家己身边。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，这阵风吹过去爱你。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，肯了解我的梦爱？你无爱我无所谓，你放下我无所谓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，这阵风吹过去爱你。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，肯了解我的梦爱？你无爱放下我无所谓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听讲这是国家的心声呢，这首歌曲。心，这首是陈雷的歌曲，我从细汉就爱听陈雷的歌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我知影还有一个原因，这歌词真符合你即摆咧做的工课。你知影第一句是啥无？你予我踮伫车头等几暝，为着就是要等一张保单啦。啊，就是安尼啦吼。来看你的分数，93.30分，93分，93.50分。红国家的总平均分数93.27分。好，谢谢。马上迎接的是5号选手蔡文婷。为着你辛苦的马粪香。脚步打错，心头乱，想要记你一面这困难，你是等到日头暗，为何天不将姻缘？幸福甲悲伤相连，梦中情一场梦，梦中情一场空，得陪着的爱上迷人。梦中情一场梦，梦中情一场空，为爱流浪无怨叹。一生啊，只为你痴迷魂魄。梦中情一场梦，梦中情一场空，得陪着的爱上迷人。梦中情一场梦，梦
放中心一场空，为爱流浪无怨叹。一生啊，只为你痴袂分芳。一生啊，只为你痴袂分芳。你好啊，我今日叫你款爷哦，不敢当，因为伊这个吊车嘛，我们直接吊车个是相当的这个规定，我个印象也深刻啦。就顶礼拜咱的节目播出了吼，啊，有人拍电话等你无？有哦，生理价真好。不是哦，是安尼啦。看来要做广告吼，就来唱歌拼输赢啊。顺便佮点起咱的这个歌艺，佮为咱的这个工作吼。放松心情。佮放松心情吼，啊，这唱了，你咧唱的时阵会紧张袂？啊，袂啊。一点都袂紧张。今仔日是不是感觉是不是来到家己演唱会？啊，重在参与吧。我家己对，我虽然就对家己唱歌真爱好咯。哦，啊，你是纯粹唱啊这咯，是这意思？是啊，是这无参加比赛的。啊，头一摆参加比赛。好，再来讲你的分数，93.10分，93分，93.40分。是，蔡文婷平均分数93.17分。谢谢。啊，我发现吼，咱前5位选手选的这个歌路，计是比较上宽的。啊，唔知最后一位蔡玲要参赛的歌曲是什么？6号蔡玲的所选的歌曲叫做《绝世英雄》。黑暗中一阵明风，掀起暴浪。地心形影轻薄，纯情如风。小声震动，离我无功，天地万物该亮落。义无所备行踪，假心走江湖，一分风，出世英雄。永永为民众，严义为归党。双手挥动，我感觉狂我不为上，我绝只能无强一强。潇洒东关，武艺所来将，安保算假以为荣。受人之恩，必尽忠，照尽天下龙。别人的失败为快乐，他便开决，永永不归路，为师风出世英雄。双手挥动，我感觉狂我不为上，我绝只能无强一强。潇洒东关，武艺所来将，安保算假以为荣。受人之恩，必尽忠，照尽天下龙。别人的失败为快乐，他便开决，永永不归路。为师风出世英雄，为师风出世英雄。哇！哦，伊拄则咧唱歌的时阵，我感觉规舞台界在咧摇。但是将近分数出来啊！唔知摇出偌侪分，咱来看下咧。93.50分，93.20分，93.80分。蔡玲的平均分数是93.5分。好，那么有请第2个5位选手到咱的台顶来。今日这轮呢，有4位朋友会使晋级，2位朋友会使进入台顶。是，咱先请咱评委老师来给咱点评者，有请丁晓东老师。一号天使啊咧，今日唱歌，吼，卡在脑内底，卡在喉咙，听你到就有点心律不整，加油！2号月燕呢，无准备哦，伤紧张，麦克风敢若要甲夹落去，你嘛爱加油哦。3号啊是也倒力，也有激情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无够帮上。4号这个问题是用喉过做，这影响到你的发声，你的发声计是喉的部分。咱喉唔是发声的，需要靠气息，靠气息振动声大，唔是用喉本身来唱，所以以后就注意，无音质也好，就是这个发声方法就注意讲究。
今仔感觉5号选手吼，好像是咱只汽车一个发动机哦，搭配唔对哩，这变成在行驶当中哦，会较无稳定，要骑车是要加速哦，会出现淡薄仔问题。哦，是安尼哦，是蔡玲哩，蔡玲哦，我感觉伊就是一只恐龙啦。但是囡仔哩吼，恐龙真有力嘛，但是伊囡仔哩选择行伫篮球时行咱种泥土地。所以你要注意每一个骹步的轻重，要怎啊行过一个泥土地，唔通哪行哪陷。所以今日变土龙的感觉的对。感谢咱的评委老师，感谢3位，谢谢。那么到底得4位进去，得2位暂时台顶呢？请看大屏幕。进去的是王顺聪、蔡玲、吴天使、洪国嘉，暂时台顶是文婷、岳燕。来，请进去的选手落场抽考。是。面身上好卡，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咱的第2轮。第2轮，暂时晋级的4位选手抽考组队 PK 一边歌，由评委加牌决定每队1名胜出，1名台顶。经过这轮的 PK，2名胜出者直接晋级，另外2名台顶。到底头一张门票上有法加得呢？先请咱这个 A 组的选手来 ，A 组的选手是 A 组选手举手 A 哩，这个是 B 哩。按照这个A B 来 PK 咯 ，A 组先来 ，A 组 A 你要参赛的歌曲是一路行来，一路行来，来有请。细汉时，人拢笑我憨头憨面，出头天，远甲亲像海角天边，平常时。学人唱歌一句一字，彼当时不知人生爱做自己。一路行来，总是有苦有甜。你是我的风理由，我感谢你。世界流浪现象走天涯。做我的粉丝，上天的安排，我拢欢喜。一路行来，总是有喜有悲。你是我的风理由，我感谢你。祈求灵枪八卦保庇我。唱出你的心情，一路行来，为你唱歌念歌词。一路行来，为你唱歌念歌词。再来 A 组 PK 选手吴天使带来的歌曲《痴情有啥意义》。离开故乡，不愿过几冬，阮犹原思思念念。分开彼念牵着阮的情梦，看你伤心目哭红。行到已经分开的车站，希望看到你的人，对你放袂落心，对你不愿放。情总是分开后才知凄凉，徛在礼堂外看你为人装水水，过去情我深，也挽不回你，用尽一切来爱你，最后换来是觉醒。男人也男人，我问你，痴情有啥意义？徛在礼堂外看你为人装水水，过去情我深，也挽不回你，用尽一切来爱你。最后换来是觉醒，男人也男人，我问你，
痴情有啥意义？A 组的两位选手就已经演唱了吼。哇，请问者，这个孙强，你抽到这个天使的时阵，什么感觉啊？阿拉多。你抽到伊什么感觉啊？阿妈同款。其实压力较大啦吼。两位选手只要上岸有法加着2票，就有法进入咱的决赛。请小水，请投票。全部拢投3号。3号，所以恭喜哇！ 3号选手，哇！恭喜！这加油团很威风哦。是哦，感谢，恭喜，谢谢。马上要迎接的是咱 B 组的 PK，B 组的1号选手蔡玲带来歌曲《忧愁》。永远阁想着你，亲像你伫我的身边。情愿不捌你，予两人的代志，随一切渐渐的过去。想着当初时，你牵着我的手，讲永远袂放袂记。就是放袂记，来予伊留伫阮的心，每日相见，为你伤害自己。若不是为着你，我哪会这呢忧愁？来予人看袂起，来为你困袂去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放咧予去，因为你不答我。将烧酒饮落去，若不是为着你，我哪会这呢忧愁？来予人看袂起，来为你困袂去。若不是为着你，我早就放咧予去，因为你不答我，将烧酒饮落去，我想要开。我爱着你。所来是 PK B 组的选手安国家带来歌曲《痴情保佑伊》。风已经暗，一直徛在路中等待的人。繁华都市的梦，过去两人的疼痛，今夜梦醒变空，为伊情，为伊爱，千千万万年以后犹原同款。陪你我心甘情愿，听你无怨无怨叹。过了今夜以后，只剩我一人。痴情无药可医，为何天地这大偏偏选你？痴情的我找无伴，找无你可伴，从今以后心灵比冰山较寒。痴情无药可医，为何天地这大偏偏选你？的我找无伴，找无你可伴，从今以后心灵比冰山较蔡玲甲国家 B 组的 PK， 那么 A 组的这个孙强已经夹到头一张门票了，第2张门票到底这2位上岸有法甲伊夹到去呢？来，请评委老师投票。4号还是6号？6号，恭喜蔡玲！哎，恭喜咱的蔡玲！
直接加入进入决赛第2张门票，那么咱来这个国家继续比赛，谢谢。国家还有机会哦。民生相互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3轮。第3轮，第1轮台顶的2位选手以抽考为师，演唱一遍歌，由评委加排，得分最一位暂时晋级，后一位淘汰。在咧这轮的比赛就有淡薄仔残酷哦，因为有一位选手将被淘汰。你都爱一下停步就对啦。是一位选手也只能是暂时晋级，就是头一轮台顶2位选手过来参赛。首先咱欢迎5月参赛歌曲是《爱到坎站》。是啥人？愿将心爱的放，是啥人嘛拢会不甘？是啥人愿将心爱的送别人？痴情挂伫爱的楼头，是啥人？变成苦恨的人，是啥人将阮伤这呢重？是啥人命中注定的风干？这段情已经到坎站。将阮的心、阮的情、阮的爱，也藏在茫茫的人海，一生为情为爱走天涯。将你的人、你的声、你的名，淡落在无边的深海。将你的心、你的情、你的爱，赶转去无情的世界。也藏在茫茫的人海，一生为情为爱走天涯。蔡文婷要甲伊唱的这首歌叫做《孤单3年》。点在窗外西来又西去，不敢叫出伊名字。等啊等啊，等到迄半暝，抱着失望来离开。月亮笑阮戆大智，这里必须无勇气，无怪到无爱人那心空虚。不是我无勇气，也不是无表示。人又讲过，比我遐早嫁，搁等3年才袂甲我结作对。月亮笑阮戆大智，这里必须无勇气，无怪到无爱人那心空虚。不是我无勇气，也不是无表示。人又讲过，你我遐早嫁，搁等3年才袂甲我结作对。2位的这个名运，一位可以暂时晋级，一位就得离开咱的舞台咯。啊，这真残酷呢。是，评委老师准备好无？请投票。5号、2号、5号，恭喜！恭喜5号选手。文婷。艺人的歌是有磁性，唱了是也好。啊，毋过亲像咧啉一罐的白滚水，无啥味咧。
啊，到尾啊，会不会音个噪音，所以你要多学习一下。谢谢。哦，伊唱了也够有艺术，但是是技巧有啥缺陷？技巧吼，气色无好，长音、滚音你就别声了，哦，所以要注意。哦，来，伊真侪所在有阵个感觉，就是咱咧发声的所在哦。甲食的砂糖有阵个客者，所以你这个可能是伫基础工程下着去加强者。是哦。继续努力，下摆继续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奖项分享这个，感谢，谢谢。民生上好卡，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4轮。第4轮，第2轮台顶的2名选手，甲第3轮暂时晋级的1名选手，以抽考为4，演唱一遍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得分最一位直接晋级后2位台顶。3位选手就搁继续来争夺2张门票，这2张门票就按照第4轮甲第5轮的比赛来产生。第4轮将会产生1张门票。3位选手按照后摆摆顺序，首选是黄天使参赛歌曲是。翻倍，掌声欢迎。看着门口翕相的，想要问你啥人的？你讲无啥好解释，因为咱的感情出问题。对你付出着一切，如今换来你的反悔。从今以后莫相找，是你害我这呢狼狽。一句话，一枝花，我的春天在落雪，满腹的怨恨拢袂退。原来你的真心全是假，你的情要倒找，放我自己在怨切。到底我是算啥货？讲我清楚，我会放你自由飞。一句话，一枝花，我的春天在落雪，满腹的怨恨拢袂退。原来你的真心全是假，你的情要倒找，放我自己在怨切。到底我是算啥货？讲我清楚，我会放你自由飞。国家带来歌曲《酒后的心声》。山明海誓，咱两人有酒泉，为怎样你偏偏来变卦？我想袂晓，伊哪会这喜欢？欺骗了我，刺激着我。石头的烂，请你爱相信我，最后的结果也是无较全。惊心不惊酒狗，雄雄一嘴饮予干，上好水是莫过我。我无水，我无水，无嘴，请你不免当真我。一呼若落后，听你心肝。伤心的我，心情无人会知影，只有烧酒了解我。我无水，我无水，无水，请你不免当真我。一呼若落后，听你心肝。伤心的我，心情无人会知影，只有烧酒了解我。只有烧酒了解我。蔡文婷带来歌曲《夜市人生》。人生亲像一出戏，
咸酸苦涩伴阮行，人情世事无如纸，父母亲情辛苦情，有土时定八分命，三分也爱七分拼，人情冷暖，只有你陪伴我，寒冬也会温暖我。有你的双手牵，也牵着我。坎坎坷坷的路也会变好行，有你的心肝向也向着我，风风雨我也袂惊。人生海海的世界，也是人生伴咱的故事，人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有你的双手牵，也牵着我。坎坎坷坷的路也会变好行，有你的心肝向也向着我，风风雨我也袂惊。人生海海的世界，也是人生伴咱的故事，人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到底什么人有法夹着这张门票呢？评委老师的天平会向上啊倾斜呢？来看3位分数，来首选是1号天使向前一步。来，请评委老师拍分，看卖你的分数，93.60分，93.50分，93.60分。天使的平均分数是93.57分。来，国家，请评委老师为国家拍分，93.50分，93.10分，93.40分。按国家平均分数是93.33分。好，谢谢。好来，咱的文婷，请评委老师为咱的这个蔡哥来拍分，93.40分，93.20分，93.50分。蔡哥，平均分数93.37分。所以也明显晋级的就是咱的天使，谢谢天使。那么2位不要紧，搁一张门票，就是咱6进4今仔的最后一张门票，最后一张就靠恁了吼。来，民生上好卡，唱歌拼输赢，马上要进入的是第5轮。第5轮、第4轮台顶的2名选手以 Q 口为4，演唱一遍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得分最1位晋级，后1位淘汰。可是按照这个合尾摆顺序，就是咱的4号选手国家先来亮亮嗓，要参赛歌曲是。国家唱什么歌？爱情落单。爱情若是找有落单，我的心就袂这乱。每一暗深深做梦，为你痴情迷乱。这段情这遗憾，幸福路途遐尼遥远，无奈爱情的落单，无奈也着甘愿。无奈，
情的落单，无奈也着甘愿，无奈哪会手比无法为情为爱做憨人。蔡文婷带来歌曲《后一站》。你已经找到你的梦，手牵着你心要爱的人，咱有缘成双，无缘冤冤，提一步阮将好承担。祝你幸福平安，祝你一生美满。这话会上疼阮规世人，对你的情到这站，予阮的话也太咸。这爱要转分对我太难，祝你幸福平安。祝你一生美满，一声啦，错过缘分已到站。要笑笑送别人，莫笑笑咱一人。但真心相爱的人，后一站。祝你幸福平安，祝你一生美满，一声啦，错过缘分已到站。要笑笑送别人，莫笑笑咱一人。但真心相爱的人，后一站。两位选手到底多一位有法进入咱的这个决赛的这个现场呢？哇！观众朋友，你认为是几号选手？几号？5号的，掌声鼓励一下。4号的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是。到底是4号还是5号？ 5号呢？请评委老师请到票。啊，所以今日的是5号选手加着3票，有请进入咱这个冠军争夺战的这个选手就场。啊，感谢咱的这个国家，谢谢。谢谢国家，欢迎蔡玲、孙聪。甲咱的天使，那么4大金刚吼，将会进入咱下一礼拜唯一的一名冠军的争夺战，所以下礼拜比赛非常的精彩，观众朋友不见不散。求人将八卦保庇我，唱出你的心情，一路行来。为你唱歌念歌词，一路行来为你唱歌念歌词。